巴方宣布擊落3架陣風，1架米格，1架蘇30。巴基斯坦完勝印度。當地時間5月7日4時30分左右，巴基斯坦國防部長喺電視媒體中表示，巴基斯坦迄今擊落咗5架印度戰機。巴防長仲表示，巴基斯坦俘虜咗多名印度軍人。當地時間5月7日5時10分左右，巴基斯坦三軍新聞局發言人確認，迄今巴方擊落5架印度戰機，分別為3架陣風、1架米格、1架蘇30。佢仲表示，印巴喺卡什米爾實際控制線上嘅交火仍在持續。巴方仲話，呢啲戰機都係喺印度領空被擊落嘅，巴方冇戰機被擊落。5月6日空戰嘅慘敗出乎印度空軍預料，亦令外界感到震驚。毋庸置疑，喺制定和實施新道爾計劃嘅時候，印度軍方對呢次先發制人行動係具有絕對自信嘅。5月7日，據印度新德里電視台 NDTV 報導，印度軍方當天使用法國武器對巴基斯坦境內所謂恐怖分子營地實施打擊，投入嘅先進武器彈藥包括法國風暴之影、CAB 巡航導彈、鐵錘精確制導航空炸彈以及陣風戰鬥機等。然而，無論係法國陣風戰鬥機，抑或俄羅斯蘇30 MKI 戰鬥機，都被巴基斯坦空軍殲10 CE 輕鬆斬落馬下。如果講印度空軍早就對俄羅斯蘇30 MKI 唔滿意，咁被印度空軍寄以厚望嘅陣風戰鬥機，佢嘅實戰表現為何又如此不堪一擊？要知道，印度為咗購首批36架陣風戰鬥機，付出咗87億美元，買1架陣風戰鬥機嘅錢，幾乎可以買2架蘇30 MKI 戰鬥機。從印度空軍當日損失情況嚟睇，5架戰鬥機都係喺印度境內或印控卡什米爾地區被擊落，根本冇機會進入巴基斯坦領空。陣風戰鬥機及蘇30 MKI 戰鬥機墜落地點，距離其部署嘅印度基地僅有20公里，咁意味住呢啲人軍戰鬥機剛起飛就被巴基斯坦空軍殲10 CE 戰鬥機發射嘅霹靂15超視距導彈擊落咗。巴基斯坦軍方發言人稱，巴方本來可以擊落10架印度飛機，但巴方保持咗克制，只擊落咗其中嘅5架。軍事專家話，由於受到美國合同限制，未經美國授權，巴基斯坦空軍不得喺戰爭衝突中使用 A-16戰鬥機。但即便獲得美國授權，巴基斯坦空軍嘅 A-16A 戰鬥機亦無法做到殲10 CE 嘅表現。首先，美製 A-16A 嘅機載雷達探測距離仲不如法國陣風戰鬥機，更唔好話同殲10 CE 比。其二， A-16嘅中距射程不及霹靂15超視距攻擊導彈嘅一半。巴基斯坦空軍殲10 CE 之所以能喺印度境內擊落其先進戰鬥機，靠嘅喺殲10 CE 嘅 C-1A 上控陣雷達和霹靂15超視距空對空導彈技術組合優勢。C-1A 雷達支持霹靂15導彈對200公里以外嘅空中目標實施打擊，從而使殲10 CE 遵循執行先敵發現、先敵開火、先敵命中嘅3先原則作戰。所以陣風喺印度空軍基地門口被擊落，一啲都唔冤枉。